当天关会中心欠货情形特别严重，为了会当及时筹备充足会员，规定狮子会1月12号特别伫新丰高中举办2025年狮子有爱捐血友情关怀活动。活动当天安排了4台关会车伫现场服务。今年我们是有4台的捐血车，我们目标为1000台，我们当然是希望越多越好，但是我们在小东捐血站里面，我们有1周的一个捐血的日期，也是一样算在我们的一个归仁狮子会里面，我们也是呼吁民众在这个礼拜内，也是一样在小东捐血站有我们一样归仁狮子会的一个这个活动。规定狮子会到今年已经连续22档结合企业界以及机关团体合办关会，并且每年配合台南关会中心关会委活动，持续募集的会，邀请热心民众发挥爱心，拥有关会救人。台南市归仁狮子会，我们1年1度所举办的捐血活动，那我们今天所捐血的活动，是因为呼吁我们现在天气冬天天气冷，我们捐血中心是一个很缺血的一个情况下，我们呼吁所有的热心民众，在1月12日里面，再来我们的新丰高中里面，一起踊跃捐血，捐血一袋救人一命。为了号召更多民众参与关会，规定狮子会也准备了丰富的关会礼品要来销送，有卡式炉、礼券、大坑农场日中罐、树苗等等的好礼，还有米兰时尚发型的设计师免费义诊。活动规划丰富又有意义，狮子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响应。记者周秀维采访报道。